生上帝嘅聖名，求蘇醒我心。永生上帝嘅聖名，求蘇醒我心。永生上帝嘅聖靈，求蘇醒我心。有一個古仔提到有一個人啊，佢想要變成上帝，呢啲就反映我哋現代嘅世人啊，似乎都有想將自己變成神嗰種嘅趨向。凡係反對真神存在嘅人，都有一種自我崇拜嗰種嘅心理，漸漸啊會有想將人代替上帝嘅地位嗰種嘅趨向。聖經喺羅馬書第1章第22同埋23節啊，曾經提到世人係會有呢種趨向嘅。佢話呢啲人啊，自稱為聰明，反成咗愚拙，將不能朽壞嘅上帝嘅榮耀變為偶像，仿佛必朽壞嘅人。聖經提到人啊，所以會將人變成上帝啊，將上帝嘅榮耀歸俾人嘅原因呢，唔係因為冇上帝，所以人呢就可以自由嘅將人當作上帝，乃係因為佢哋故意唔認識上帝。換一句話嚟講，就係唔願意將上帝保持喺佢哋嘅知識裏邊。現代嘅人啊，都墮落喺一種認為相信上帝嘅存在乃係毫無意義嘅一種錯誤嘅思想當中。人已經到咗一種認為人本身就係上帝嗰種嘅地步。人係萬物之靈，人亦係世界上一切嘅主宰。咁講，人喺科學上嘅成就啊，似乎已經使到人啊走到相信唔需要有上帝嘅地步。好多人認為啊，相信上帝嘅存在係唔合乎科學嘅，故此喺思想當中，佢就唔想保持有上帝存在嗰種嘅地位。今日嘅人甚至更進一步嘅認為啊，根本就不必相信有上帝嘅存在。人認為喺科學嘅發明啊，今日所帶俾人嘅好處同埋貢獻啊，已經相當完美，實在比較相信上帝或者宗教更加好。所謂天嚟嘅幫助啊，係不必要噶啦。咁講，機械化嘅成就係可以提供人類喺肉體方面各種嘅需求，又何必去相信上帝呢？咁，但係人嘅精神啊，並冇因為佢有呢種嘅自吹自擂嘅思想以及遠離上帝嘅舉動就可以得到安寧。有位詩人叫做克拉克啊，佢曾經寫咗首詩形容人嘅境況，話佢話我哋呢啲排除上帝嘅人啊，係世界嘅征服者，但我哋又怕死，又就在有生之年，佢呢啲豈唔係矛盾嘅事嗎？咁今日有好多人啊提倡話上帝已經死咗，凡係主張呢種講法嘅人啊，就令人想到話呢啲不過係人嘅想法，人用人嘅情緒同埋人嘅意志嚟對付上帝啊，以致否認上帝嘅存在。其實呢，不過係反對自己，佢對自己唔認識清楚嘅原因。有位作家話，人今日啊，其實並唔係講論有冇上帝嘅存在嘅經驗，乃係有冇經驗上帝嘅存在。人故意忽視喺天性上邊趨向上帝嗰種嘅舉動啊，佢話係一種白費心機嘅嘗試嚟嘅。有一位學者話，人可能喺佢嘅腦海裏邊否認上帝，但係喺佢心嘅深處啊，可能仍然會相信上帝嘅。人之所以故意同嗰位永存嘅上帝疏遠啊，乃係佢自作主張同埋拒絕天嚟嘅真理嘅結果。只要人係用功研究佢所啟示嘅話，
就可以揾出上帝嘅存在嚟。呢一種嘅眼光係不能夠喺普通嘅思想當中揾得到嘅。從研究佢所賜嘅話當中所認識嘅上帝，決唔係從嗰啲迷信、想象同埋推測當中所認識嘅上帝可以比較嘅。上帝已經喺聖經裏邊將佢自己完全顯示出嚟。我哋從聖經裏邊所認識嘅上帝啊，就係一位正如以賽亞44章第6節所講嘅以色列嘅君同埋救贖主嘅上帝。我哋知道佢無所不在，同時亦提醒我哋啊，佢係首先嘅，亦係末後嘅，除佢以外別冇其他嘅真神。我哋只係感覺到有一位好似喺度改變中嘅上帝，而唔係真正有一位改變嘅上帝。我哋有一種不斷發展嘅認識啊，知道佢嘅真正嘅性格同埋品德。我哋發現佢嗰啲永不改變嘅恩惠係點樣越嚟越多嘅賜俾人類。就算喺我哋日漸故意同佢對立嘅情況之下，依然係一樣嘅。上帝永遠係一位，正如雅各書1章17節所講嘅，賜下各樣美善嘅恩賜，在佢並冇改變，亦冇轉動嘅影兒。其實啊，改變嘅唔係上帝，乃係我哋。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事新人換舊人。我哋世界上嘅人啊，跟住各種變幻難測嘅人生嘅經驗同埋歷史嘅演變，咁樣嚟向前推進。我哋用一種人生嘅角度去睇上帝，要發現佢係點樣嘅，就好似人坐喺高速度前進當中嘅汽車或者飛機裏邊，觀向外面嘅事物一樣。其實唔係外面嘅嘢喺度移動，乃係我哋本身喺度移動。人嘅情緒同埋觀念啊，係時常會改變嘅，但係上帝佢永不改變。無論我哋對於佢嘅態度點樣，上帝始終冇改變。佢永遠都係一樣有愛心、有忍耐、有真理，等待我哋去同佢認識同埋同佢親近。為咩人要固執堅持講話冇上帝存在呢？真正嘅答案就係因為人心裏邊有一種驕傲嘅罪性存在。其實問題啊，唔係有冇上帝嘅存在，問題乃係人啊以自我為中心，堅持自己嘅意志，唔願意接受其他客觀嘅意見。呢啲就係聖經從前曾經形容過嘅情形。喺羅馬書第1章第28節話，佢哋既然故意唔認識上帝，上帝就係任憑佢哋存邪僻嘅心。喺英文嘅腓立譯本話，佢哋既然自高自大，唔去認識上帝，故此上帝就讓佢哋成為邪僻之心思嘅奴隸。我哋今日嘅時代啊，唔單係人同上帝疏遠，歷代以嚟人一直拒絕承認自己係絕望嘅罪人，唔需要有赦免嘅恩典。人從罪惡嘅習性當中得到恨惡恩典嗰種嘅態度，使到佢認為啊，自己有權主張自己係天生無罪嘅。無論咩時候，人如果有呢一種自以為義嘅主張，佢就好自然就會生出一種同上帝以及別人對抗嗰種嘅精神嚟。罪啊，事實上喺呢個世界上係存在，而且有多方面嘅影響。佢影響到道德同埋社會嘅環境。尤其當人故意拒絕認識上帝，而成為自己邪僻嘅心嘅奴隸嘅時候啊，就好自然嘅會產生出一種影響嚟，結果使到人更加沉迷喺罪惡嘅深淵當中，而冇辦法拔出嚟。正如聖經喺羅馬書第1章第29到31節繼續所講嘅話，佢人既然故意唔認識上帝啊，佢哋就會行各樣不合理嘅事，裝滿各種嘅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滿心嫉妒、兇殺、爭競、詭詐、毒恨，背後講人嘅，怨恨上帝嘅，侮辱人嘅，狂傲自誇，捏造惡事，違背父母，背約無情，冇憐憫嘅心。呢啲嘅事情啊，係咪就係今日我哋呢個社會嘅寫照呢？可見人啊，如果故意唔承認上帝嘅存在，對於社會同埋別人都唔會有好處。
世界上歷來都充滿道德上同埋社會上嘅各種嘅罪惡，但係從來冇一個時代比而家更壞。今日嘅社會啊，真係越嚟越唔似樣。呢啲就因為人啊已經喺佢嘅思想當中漸漸已經將上帝忘記嘅緣故。罪惡唔係一件私人嘅事，佢一定會影響別人嘅。罪係一種公眾化嘅、社會化嘅、世界化嘅。人所做出嚟嘅第一件嘅罪惡嘅事情，一定會影響到別人，甚至全個世界。人無論喺邊度都要面對一個同樣嘅問題，就係有冇解脫嘅辦法呢？人同上帝疏遠之後啊，就有一種患得患失嘅心理，到處去揾安全感。現代嘅人啊，最可悲嘅事啊，就係一切嘅唔好嘅嘢都推喺別人嘅身上，對自己毫無認識。越係自命清高，就越少有悔改嘅心。人所需要嘅就係自知之明，唔係會點樣自吹自擂，乃係要知道佢喺呢一種境況當中實在所需要嘅係乜嘢。好明顯嘅，今日嘅人啊，需要一種真光，就係正如約翰福音第1章第9節所講嘅嗰種照亮一切生喺世界上嘅人嘅真光。福音嘅真光啊，係同世人所渴望同埋所追求嘅嘢有所不同。佢係同人嘅普通嘅觀念啊有抵觸嘅，但係喺呢種抵觸當中啊，佢能夠滿足人最深嘅期望同埋需要。因為人所期望嘅事啊，並唔係佢想象當中嘅嘢，乃係根據佢嘅環境實在有佢需要嘅事。先知彌迦對於呢一點啊，曾經咁樣講過，佢話：世人啊，耶和華已經指示你何為善。佢向你所要嘅係乜嘢呢？就係你要行公義、好憐憫、全謙卑嘅心，與你嘅上帝同行。今日嘅人啊，一面竭力追求物質嘅滿足，但係同時又渴望一種安全感。而社會上嘅情況係點樣呢？越係過於追求物質嘅生活，就越少有安全感，越有患得患失嘅感覺。人就算得咗佢所追求嘅嘢，有時亦不免會樂極生悲，心裏邊亦未必會有永久嘅安寧。可見今日人類真正嘅需要唔係觀念上嘅嘢，或者係心理上面所應當得到嘅物質上嘅嘢，乃係佢內心裏邊喺佢不自覺當中所要期望嘅嗰種有價值嘅嘢。喺聖經當中啊，我哋讀到關於上帝喺嗰度嚟嘅真光，有咁樣嘅話講，佢話嗰個吩咐光從黑暗裏邊照出嚟嘅上帝啊，已經照喺我哋心裏邊，叫我哋得知上帝榮耀嘅光顯喺耶穌基督嘅面上。哥林多後書第4章第6節，耶穌不但向我哋顯明佢係一位真人啊，亦顯明嗰位值得我哋敬拜同埋尊崇嘅真神上帝。有一位作家曾描寫過一個故事啊，提到喺英國有一位少年人，佢嘅父親喺戰爭嘅時候就離開咗屋企好耐啦，仲未曾翻嚟。佢因為太過想念佢嘅父親，就時常企喺佢父親嘅相片前面啊，對佢媽媽講：我真希望父親能夠喺相架當中走出嚟就好啦。咁呢一位作家跟住就話：基督徒啊，經過信心嘅眼，的確可以睇到上帝就喺基督裏邊已經從相架裏邊走咗出嚟啦。耶穌已經將上帝放大俾我哋睇到，故此每當人稱呼上帝嘅時候啊，我哋係指住一件肯定嘅可以形容出嚟嘅嘢，係一件實際嘅嘢。當我哋相信上帝嘅時候，我哋係相信一位真正存在而且同我哋有密切關係嘅主宰。我哋對於上帝係乜嘢啊？呢件事啊，不必模糊不清，因為從耶穌嘅身上啊所反射出嚟嘅真光，就使我哋可以好有把握嘅放膽話上帝係真實嘅。你哋原係被佢所召，好與佢嘅仔，即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一同得救。呢個記載喺哥林多前書1章第9節。我哋亦可以得到切實嘅把握話，凡係信佢嘅人，必不至於失望。所以我哋如果能夠從偏見同埋狹窄嘅思想當中轉過嚟，
悔改歸正，我哋就會認識到上帝係信實嘅，佢一直喺度等待人嚟歸向佢。當我哋向佢祈求嘅時候啊，我哋就會感覺到佢同我哋同在，我哋會感覺到佢親近我哋，垂聽我哋，而且一直希望同埋等候施展佢嘅膀臂嚟救贖我哋。有好多人啊，曾經有過被上帝融化嗰種嘅觀念同埋經驗。有一次啊，有位雷先生啊，佢就曾經有過呢種嘅經驗。佢本來係一位無神論者，但係有一次啊，佢到山上去靜默思想，想辦法將一種束縛住佢自己嘅事嚟解決。結果佢就真正好似一個雪人一樣，發現自己喺度慢慢融化。當佢第一次嚴重嘅省察自己嘅時候啊，佢就好驚奇嘅發現自己係喺瘋狂追求情慾以及物質嘅享受，同埋有各種嘅野心。佢發現自己品格當中卑鄙嘅地方，佢就充滿害怕，而且發現自己啊係一無可取嘅。越係同聖經當中所形容嘅上帝嚟比較啊，就越覺得自己嘅缺點一無可誇。喺無形當中啊，雖然並冇條約嘅管束，佢應當要點樣做，但係佢終於好自然嘅將自己毫無保留嘅獻俾上帝。你可以想象佢一個人啊，點樣經過一番單獨嘅掙扎，日以繼夜嘅越係思想上帝，佢就越冇辦法禁止自己不得不向上帝嚟歸降。佢一生當中一直希望唔會發生嘅事啊，終於發生咗。佢結果承認上帝就係佢嘅主宰，佢跪落嚟悔改，佢覺得好似上帝為佢嘅流浪嘅仔再打開咗家門，讓呢一位曾經一度以為自己受到壓制而滿心怨恨、爭取逃亡機會嘅浪子再次翻到佢父親嘅懷抱。上帝嘅溫柔啊，勝過人嘅屈強。人如果讓自己有機會去深思上帝嘅一切啊，佢最終必定會將自己嚟獻俾佢嘅。今日有好多人啊，自稱話上帝已經死咗，佢哋故意唔承認上帝嘅存在，講話就算從前有上帝，而家亦已經死咗。到底係咩嘢原因啊，造成呢啲人有呢一種咁樣嘅見解呢？係咪今日有人已經真係證明上帝已經死咗呢？係咪科學家或者係乜嘢專家已經有事實嘅證明上帝已經死咗呢？其實今日啊，冇人能夠證明上帝唔存在。如果人認為上帝已經唔存在嘅話，呢啲不過係人喺觀念上面嗰種嘅感覺，而唔係事實。有咩證據？咁樣啊，為乜嘢從前嘅人啊冇覺得上帝已經死咗，而家嘅人啊會覺得上帝死咗呢？最主要嘅原因啊，就係人本身改變咗，而唔係上帝改變。今日嘅人啊，喺生活嘅方式同埋觀念上面都比較從前嘅人唔同。主要嘅改變嘅地方啊，就係今日嘅人已經唔似從前嘅人咁樣肯花功夫去研究上帝嘅話，或者追求靈性生活嗰種嘅豐足。今日嘅人乃係竭力去追求物質生活嘅享受、揾刺激，一味追求肉體方面嘅滿足，冇花時間去研究上帝嘅話，亦唔肯去思考上帝嘅旨意。咁樣啊，又點樣可以感覺到有上帝存在呢？因為佢哋根本就冇用功夫同埋時間去發現上帝。希伯來書第11章第6節話：人非有信就不能夠得到上帝嘅喜悅，因為到上帝面前嚟嘅人必須信有上帝，而且信佢賞賜嗰啲尋求佢嘅人。聖經話上帝會賞賜嗰啲尋求佢嘅人，可見人啊一定要尋求，然後先至可以發現上帝。如果根本就唔花時間，亦唔花功夫，亦唔花心思去尋求佢，又點樣可以發現佢呢？故此今日嘅問題啊，其實唔係上帝存在唔存在，乃係我哋點樣去發現佢嘅存在，點樣可以去經驗佢嘅存在。真神上帝啊，係可以喺好多人嘅經驗當中證明佢嘅存在嘅。不但證明佢存在啊，亦可以證明佢嘅品性對我哋嘅影響。上帝嘅愛心同埋佢嘅公義啊，
都係信實嘅。佢唔會寬容罪惡，但係佢愛罪人。佢一直都維持佢嘅慈愛同埋公義嘅平衡。聖經話公義同埋公平係佢寶座嘅根基。喺聖經嘅加拉太書第6章第7節咁樣話：唔好自欺，上帝係輕慢不得嘅。人種嘅係乜嘢，收嘅亦係乜嘢。上帝雖然絕對唔容忍罪惡，但係佢嘅愛心向每一個罪人顯明出嚟。佢唔願意睇到有一個罪人喺世界上滅亡，佢乃係願意人人都可以得生。上帝對於報復同埋毀滅啊，唔係好有興趣㗎。佢所最有興趣嘅事啊，就係能夠睇到世界上有罪嘅人轉回歸正。佢時常提醒我哋要記得，佢係一位充滿慈愛嘅主宰。喺申命記第7章第9節話：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嘅上帝，佢係信實嘅上帝，佢向佢守佢誡命嘅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上帝的確係我哋嘅上帝，佢同我哋之間有一種堅固嘅關係。呢啲就係今日世界上最好嘅消息。佢唔想將我哋丟棄唔理，佢亦唔想人變成孤兒一樣無依無靠流離失所，喺生活當中以及暴風一樣嘅呢種人生嘅海上邊，成為冇希望嘅人而被消滅。我哋嘅上帝一直喺度關懷我哋世界上每一個人嘅前途。呢一種嘅信仰同埋感覺啊，能夠帶俾人快樂、安慰、勇氣，使到我哋嘅生活更加有意義，能夠提供我哋嘅經驗同埋感受。呢一種嘅感受會引我哋去承認佢的確係我哋天地之間全能嘅主宰。我哋如果能夠有呢一種嘅觀念嘅話，就可以同歷代以嚟嘅先賢聖道一樣同聲話：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又可以話我嘅主為大，最有能力，佢嘅智慧無法測度。呢個係記載喺詩篇145篇同埋147篇。親愛嘅朋友，我哋唯有喺生活上邊體驗過上帝嘅慈愛同埋佢嘅感化力嘅人，先至會知道上帝真正嘅存在同埋佢嘅偉大。願我哋都能夠追求呢一種最有價值嘅生活經驗。這是我父世界，孩童側耳要聽，宇宙歌唱四圍響應，星神作樂同聲。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安寧。樹木花草蒼天的海，述說天父全能。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罪惡雖然好像得勝，天父卻仍掌管。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傷。上帝是王，天地同唱，歌聲充滿萬邦，歌聲充滿萬邦。